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是教师节，咱嘛要祝天下的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。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书，老师的书，事务书第一条。读书这是文音，就是有专门技术的人，咱就讲书。像咱讲医师、律师、工程师、会计师，另外传授学问、技术、看教学生的人，咱讲老师，也就是先生。这个培音读做师，在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，像咱讲拳头师、总铺师、涂水师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师，咱讲师傅，安尼就变做阿弥陀佛修道人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半桶师啊，是咧讲功夫较无好的师啊，或者是技术人员，嘛当讲是三脚鸟。半桶师、半路师。第二个词读做好骗师，代表骗甲特别敏感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若是要去防水公司做防水师，拢爱是好骗师，对骗甲都爱特别敏感。若无，就变做半桶师啊，无才调做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书这是文音，另外培音读做师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